平安。咱礼拜前，咱一时来做来祈祷，准备来心。天王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天父上帝，你也拯救我上帝，也是带领我行过死荫山谷的上帝。毋知只有你，就是我伫患难中随时有同在。这世上有济灾难，也是常常灾难要来的时阵，我俩常常不知不觉，然后像亲像你那大水要来以前，逐人阮照因所爱的人，会凡是在咧生活，无感觉无啥物无相关的所在。主啊，阮知，主耶稣要搁来以前，也有再来，但是阮知，主要搁来的日，无人知影。但是阮确信，主的确一定会搁来。阮来恳求主帮助阮，趁在主要搁来的时阵，会常常，阮会晓保持，阮会晓警醒，会晓知影，会晓反省阮的行为，阮的讲话。检查有得罪着主，来恳求天父赦免阮的过失，带领阮一生，让咱行伫你的道路，陪伴阮的家己，常常会当仰望你，信靠你，来等候主会过来。天父上帝，求主这时，陪伴阮每一人的心，用恭敬的心来敬拜你。祈祷一切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祷告。坐伫天顶的主啊，我遥望你，看做萝卜的迄目睭，怎样按主人的手；做乳味的迄目睭，怎样按主妇的手。阮的目睭也照安尼按耶和华，阮的上帝。
直直到伊人命远。咱做了人生诗24首，咱做了学了上帝圣诗24首，对咱心肝清气的人。新的改变，告别咱的信仰。新的改变，你会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改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会听手边亲像家己。这两条改是全律法甲圣意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予你，就是你的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这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听者，咱用启文14篇，4篇57篇，咱做个启言。启文14篇，圣诗后壁。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的心要投宿伫你，我要投宿伫你是果会滴音的。听候这个我要求救至权的上帝。就是甲我请伊甲行事的上帝。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上帝要施阮对天救我。也要发出伊的慈爱，甲伊的诚实。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我倒亲像爬倒的世间人的中间。伊的喙齿是枪是剑，伊的剑是来所刀。上帝啊，愿你权大换过这个天。愿你的阳光划过全地。因甲我的骹步设罗网，搭建我的心神。因伫我的面前
开含起，家己反转换做这个下面。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的心是要遵守我而乐。我的神啊，你着精神起来，琴啊，瑟啊，恁着精神起来。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主啊，我要入来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你在我的中间唱歌而已。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信心到中中。上帝啊，愿你关大搬过这一天。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咱做来，咱今仔日圣经站记载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节到11。兄弟啊，论到时期，毋免写批互恁，因为恁家己详细知主的日到，亲像贼透暝来。人当着讲平安稳当的时，灾祸忽然到伫因，亲像生囝的艰苦到伫有身孕的妇人人一样。因遐个人袂话走离，若是兄弟啊，恁毋是伫暗的中间，遇到迄日亲像贼来入伫恁，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即时的人。咱毋是属于迷信的，也毋是黑暗的，所以咱毋通亲像欺负的人得困，会警醒节制。因为困的人是迷是困，酒醉的人是迷是醉，若是属日时的，就节制，诚信甲人来做好心行，用得救的愿望做头盔。因为上帝定着咱，毋是来拄着受气，就是要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着救。伊替咱死，互咱或是醒，或是困，甲伊同活，所以三安慰，大家三建立德行，照恁所得做的。有一摆，用马路来读。弟兄姐妹们，关于这事发生的时间日期，不需要人家写信告诉你们，因为你们自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就像小偷在夜里忽然来到一样。当大家正说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灾祸会突然临到，正像阵痛突然临到快生产的女人一样，他们一定是逃脱不了的。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中，那日子不会像小偷一样突然来到。你们都是光明的人，是属于白昼的，我们不属于黑夜，不生活在黑暗中。所以我们不应该像别人那样沉睡，我们要警醒戒备。睡觉的人在夜里睡觉，酒徒在夜里酗酒。既然我们属于白昼，就应该戒备。我们要以信和爱做护胸甲穿上，以得救的盼望做头盔戴上。上帝不是拣选我们来受他的惩罚，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拯救。基督为我们死，为要使我们无论是死了的或是活着的，都能够在他再来的时候跟他一同活着。因此，你们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像你们现在所做的一样。咱上帝圣书以后咱的话，咱就会开始讲到李牧师，要突然移到，然后伊要证到李牧师感请。咱做来祈祷，主必听到阮的祈祷，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
你束缚伫阮的中间，然后阮会当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自责。阮有兄弟姊妹倒来伫圣殿参加自责的实体礼拜，然后兄弟姊妹伫透过网络来做伙敬拜你。主求你来到阮三甲之地，也互阮会当借着你的圣神来得到帮助。阮伫即个面对疫情愈来愈严重的即个时刻，也会通靠主你来得胜。阮恳求主你的怜悯，甲即个土地三甲之地，甲所有人三甲之地，特别是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身体欠安的，阮的心是软弱的，主你拢互阮伫你的保守的内面，阮会通得到平安，阮会通得到医治，阮会通得到你对天所赏赐的喜乐伫阮的中间。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自责，对阮对你来排列阮家己伫你的面前，求主你来使用阮，互阮伫面对即个济的挑战的时阵，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甲你做伙觉醒，甲你做伙伫即个日时的中间来期待主你来的日子。阮从今仔日的敬拜献上感谢，祈祷告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敢有听到我的声？等一下吼，我来用一个，看卖啊。Disconnect. Why? 敢有声？即吗 ？OK。好，好。毋知谁哪走去？好，来，歹势哈，咱继续。好，咱做伙用主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就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互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觉醒吼。这幅图是画家咧画，想象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情形吼。伊叫伊的门徒，恁着爱敬献祈祷。结果伊去祈祷的时阵，学生安尼困去吼，安尼连续3摆的时间啦吼。其实这毋是咧讲门徒，其实咧讲咱所有跟对主的人，拢着爱觉醒，特别是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拄着困苦的时，耶稣甲门徒讲：恁吼心是安那愿意，过来肉体软正啦。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咱通常拢体贴咱的肉体的需要吼。拄则咱的启文的中间也有甲咱讲到即个部分，就是讲咱爱伫咱的生命中间爱有觉醒吼。觉醒伫台语甲华语的了解淡薄无共款，有共款的部分，也有淡薄无共款。我感觉伫台语较有迄种醒的时阵，悠然爱搁继续警醒吼。迄个华语就足清楚，就是讲吼，你要觉醒的意思是讲，你即摆咧困啊，所以你爱起来吼，有即个感觉啦吼。所以是讲你爱醒起来，爱醒起来，莫搁继续困去啦吼。那当然，台语较有一个警醒的意思，这比较较积极啦吼，就是讲伫任何的状况的下面，你着爱有。be alert 吼，这爱较有警醒的即个角度啦吼。伫今年以来，伫台湾，咱会当看到真侪的消息，拢安尼咧报道，就是讲，中共的军机
一日到晚就伫台湾遮安尼飞来飞去吼，伊讲吼叫做互你麻痹啦，互你无感觉讲吼有危险，互你足习惯的吼。其实嘛毋是伫台湾尔吼，伫印度边界咱嘛知影因已经有冲突伫咧吼。伫日本海的界线、南海的海域顶顶，遮的军机拢一再伫咧扰乱，也是讲中共的遮的军队拢有咧扰乱即个边仔的国家吼。印度的国防部因伫即个边界遮吼，有安放即个因国家上先进的即个战斗机啦吼。日本甲美国甲加拿大伫太平洋遮，安尼讲即个奥基纳瓦即边较起伫遮吼，有一届即个真大吼大型5万几个军兵伫迄个所在锐减的军事演习。即个演习到底是咧讲啥物货？就是咧甲咱讲，因是有觉醒、有警醒。台湾的国防部历史以来毋捌伫迄个主动公布讲，有即个中共的飞机伫台湾的附近咧设咧落吼。伫最近真主动拢伫因的网站将遮的资料铺伫顶悬，互咱的人民会通家己去看，家己知影会了解吼。当然这有一寡真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国家有准备啦，因来的动作拢知影吼。所以意思是讲，伫情报单位即个军事的情报顶悬，因有安那有警醒、有觉醒啦，毋是咧困啦吼，毋是咧困吼。我古早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吼，伊是军人啦吼，伊就咧甲我讲，伊分享讲伊咧做的代志吼，伊讲我咧做的代志是足机密的啦吼。即个机密的代志最近伫台湾去互人主动公布出来吼，甚至蔡英文总统也有去顶悬伫新竹的山顶，一个叫做方舱的卫星啦吼，就是讲专门咧看，会当看到对中国真内陆内底去吼。所以中共的任何的飞机也是咧顶动，咱足早就会当觉醒，就知影吼。觉醒的中间必须要有一寡准备啦吼。我拄则用军事来咧讲即个部分来解说即个圣经，是咧甲咱讲，你是安怎因要演习，是安怎要爱有遮的影片出来，互人知影，就是讲因有准备。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13节，耶稣记10个在小女伫迄个所在咧等新郎要来的这中间，有5个去用称做真聪明的遮个查某囡仔呢，因有真充分的准备。咱讲因有安那有备办 extra 的油啦吼，就是讲伊有物件准备条咧，所以讲伊有准备的啦。吼，伊有准备就是安那。表示讲伊有觉醒啦，万一若无够的时阵会安那？我着还佫有通用嘛，吼。另外5个咧，耶稣讲即个吼，即叫做咱台湾话讲叫乐天派的啦。哎呀，无要紧啦，安尼就好啊啦，有够啊啦，凊彩啦，有就好啊啦，大概即种的想法，若是佫真正等到即个新郎来的时阵，伊就无油啊，就失去机会啊。今仔日个经文帖撒罗尼迦保罗写互因的批信的即个中间，所咧甲因讲即个代志是啥物代志？其实就是耶稣所咧讲的，即个新郎要来的代志。你知影伫犹太地伫古早吼，犹太地因要去带一个新娘吼，当时要去带毋知影啦，当时要去带毋知影。照因的结婚的即个例是安尼啦，你想讲约瑟甲玛利亚。讲好亲情，去带未？未，当时毋知。所以耶稣要讲一句话，伊讲啥？我来是要甲你做伙对无？去咧，是要为恁安那准备所在，然后呢，佫倒转来接恁去我的爸家有无 ？OK， 这就是咧讲婚姻的订婚的约啦。老爸甲新郎去甲新娘的家。
去啊讲好即个约了后，就爱啉一杯来立血约，这就是咱的圣餐。这就是咱的圣餐。然后耶稣讲吼，我去要为着恁避难所在，就是去老爸家，老爸会伫伊的祖厝的边仔，搁起一间新娘房。当时会起好，新郎毋知影，因为什么人主权，是老爸家，老爸咧起，什么人知影起会好，只有老爸知。所以耶稣有讲真济个咧，甲即个结婚的咧是共有关系啦。都当老爸讲起好是讲行来，咱来带新娘，迄个时阵才去。即10个查某囡仔就是伫遐咧等啊当时要来，毋知影。但是有避办的安那，伊就等会着；无避办的安那，就失去迄个机会吼。这耶稣伫真济譬喻中间，拢用即个做中心点，咧思考的物件。所以25章13节伊讲安那，所以着张持，因为恁毋知。迄个日、迄个时，所以恁爱警醒，因为恁明知迄个日子、迄个时间，什么时阵要来，就是咧讲迄个犹太人带新娘的礼啦，吼，犹太人带新娘的礼。所以面对对敌，伊当时要来，咱嘛毋知影，因为对敌通常吼，就敢若贼仔共款啊，吼，伊安尼偷偷来安尼吼，敢若贼仔。耶稣讲段子就亲像安尼吼。偷偷来，你毋知影的时间，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0节嘛讲，因为恁家己详细知，主的日到要亲像贼透暝来，因为恁家己知，主过来的日子就是亲像贼仔吼，伫暝时忽然间来到，恁家己知，恁毋知影迄个时间，安尼有趣味无？这是逻辑的想法啦吼，恁家己知，恁毋知，有真济人就是家己知，结果伊毋知影，这有足大无共款啦吼。敌人总是安尼，亲像咱咧讲最近中共的军队伫遐周边咧踅来踅去，伊就互你熟习惯啊，互你感觉麻痹啊，结果安那，伊就可能扑一下，就走入来吼，咱讲擦枪走火啦。也是用土石的方式，吼，咱知影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啥？日本土石珍珠港嘛，吼，这就是用偷的啦，吼，偷啊，伊是毋知影吼，所以伫中国的一个兵法啊，《孙子兵法》伊讲吼，物是敌之不来，是吾有以待之。啥物意思？就是讲我有准备，我有咧觉醒。我有咧观看，我知影，吼，就算是感觉真平安的时阵，第二就是讲咱会失去警醒。拄则咧讲迄个军队军机一直咧踅，踅到互你足麻痹的，你就感觉好歹插伊啊啦，一日8摆，一日10摆，就敢若食饭咧安尼，吼，所以你无插伊啊，伊就感觉讲，你已经失去警醒啦，吼。第3节，今仔日的经文第3节讲真清楚，当伫讲平安稳当的时阵，灾祸就要临到你。当咧讲平安稳当，迄什么意思？就是讲已经失去迄个警觉性啊，吼，失去迄个警觉性吼。伊讲亲像迄个有人要生囡仔共款，当时要生，就爱迄个，咱咧讲阵痛吼，来迄个无法度走，伊迄个时间来，愈来愈晚的时阵，就是要生吼。咱讲自然生产啦吼，当然即摆手术的就无共款啦吼。所以亲像安尼，无有法度有人会当走得闪，就迄个代志来的时阵，迄个日子已经来的时阵，啥物物件会互咱失去警醒？就是假上假和平啦，吼，假和平。我用德国做例啦吼，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德国拢伫伊个周边个国家安那，甲人签即个和平协定。和平的协定就是讲啥？咱两个签诶吼，我嘛甲你拍。其实即个签就有问题啊。啥物叫做我签莫甲你拍？我无签你嘛袂当我拍，因为我毋是你个啊，是毋是安尼？为什么要签？互你失去警醒吼，互你失去警醒。
所以咱看讲，今仔经文讲啊真清楚，当人咧讲平安稳当的时阵，即个时阵爱颠倒爱说字啦，吼，即个时阵颠倒爱说字。这是凡尔赛条约吼，咱历史家己定位讲一个无稳固的和平啦。但是其他德国以外的人签了，大家拢足欢喜的，讲哦，咱即马有和平啊，一张纸的和平。结无偌久，德国就发动战争吼。共款，伫捷克的代志顶悬嘛是安尼吼，伊嘛是安尼当即个合约签好的时阵，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吼，最近台湾定定咧讲伊的代志啊吼，伊嘛是安尼吼，签的转来，吼足欢喜的。我为着即代人带来和平啊，但是无偌久诶，德国就发动战争吼，发动战争。捷克斯洛伐克，迄阵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同一个国家吼，尾变做两个国家，就去互接去啊。最近台湾有一寡人咧讲国民党甲共产党谈判，2摆拢去互中共出卖，第三摆就是讲有可能台湾嘛去互卖掉伊安尼吼。所以咱是一个警醒，这是对住迄个咱所实际的即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时阵，咱倒转来看圣经，安怎甲咱讲？你爱警醒祈祷，免得陷入伫即个迷惑的中间，因为你的心神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你的心神愿意，恁知影讲爱警醒，爱警醒，但是恁的肉体却是软弱的，咱无法度警醒。伫咱这的挑战的内底，咱会可能会软弱，会累志，会失去愿望等等的。所以耶稣劝勉伊的学生讲：恁着爱对迄个困的中间来觉醒起来，爱醒起来，毋好一直伫遐咧拄久，伫遐咧困，毋好一直拄久伫遐咧困。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叫伊学生着爱警醒祈祷，但是因拢困去啦。咱困去的是发生啥物代志？困去，除了你伫倒伫眠床困的时阵，困去 OK 啦吼。但是通常咱倒伫眠床要困吼，拢较会困袂去，敢毋是？拢伫无应该困的时咧困吼，足侪时阵是安尼啊吼。讲倒咧困袂去，坐咧安那轻哈伊吼。所以伊咧圣经咧甲咱讲，咱爱会晓觉醒起来，爱保持警戒。才会使有一寡准备，然后做有效的戒备吼。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阵，学生咧拄久，你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发生历史以来上严重的代志，啥物啦？就是法利赛人、祭司来掠耶稣，学生完全毋知影，是毋是安尼？当因咧拄久的时阵，这个人来掠耶稣，耶稣就去受掠出去啊！咱看今仔日个经文的中间有另外一个伫福音书内底耶稣医治这是昨下啦昨下这个读经的中间有讲到耶稣来医治一个赶鬼互伊的这下狗甲青霉拢得到医好，但是这个人伊伤过欢喜，伊失去警醒。迄讲伊的心内的邪灵出去啊，所以伊安那讲心内空啊，对无？如果咱即个礼拜长，因为quarantine了后，咱有一冬拢无人转来伫遮，也无人来摒扫，嘛无人拢入来，会创啥？会有蜘蛛丝。咱讲无人气嘛，对无？当咱的心变空了后，咱毋好伤欢喜，因为伫即个例顶悬，咱看伊讲伊无警醒，所以检测伊受到法利赛人的影响，检测伊家己安尼感觉乐天，遮个邪灵佫倒转来找伊，毋但倒转来找伊尔，佫找佫较济，佫找安那佫较厉害倒转来，所以伊就佫较凄惨。所以觉醒真重要，伫咱的生命的中间。耶稣基督捌提醒甲即个学生讲，恁着爱留心，爱警醒，因为恁毋知影迄个时阵什么事要临到。耶稣讲几若摆恁毋知影迄个事，当咱愈毋知影迄个事啥物时阵要到的时阵，愈需要警醒。
愈需要警醒。我会记迄阵仔做兵的时阵吼，拢讲吼，阮你拢足厉害的吼，半暝起来吼，去徛卫兵徛2点钟吼，你去互叫起来，换衫换的，穿体的去到遐，有法度清醒2点钟，迄阿兵哥拢讲啥？人阮即摆练到一个功夫，我徛咧吼，头免沉，我嘛咧困。有阿兵哥咧甲你讲啊吼，这毋是警醒啦，这是换一个姿势咧拄久尔吼，有两兄已经伫咧比动作啊。有做过兵的吼，有足侪人有即种经验啊，但是真正的警醒，你知影我的下骹面的即个单位吼，阮咧管大友的，阮下骹位的单位一个是伫马祖啦吼。伫迄戒严的时代吼，定定就听着讲卫兵啊那去徛吼单去用刣死啊吼，水轨道拢游来游去吼。马祖搁离大陆较近啦吼，中国较近吼。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的时阵，甲门徒讲：你着警醒，你着爱祈祷吼，免得陷入伫即个迷惑的中间。什么是迷惑？是后壁咧讲的肉体的软弱，肉体的软弱，迄个迷惑。咱顺趁肉体，咱咧讲顺趁肉体是讲伊着忝着困者啦安尼啊。其实即个讲搁较深啦，就是讲离开上帝，得罪上帝。可能会跌到死顶遮的吼，遮个代志吼。伫今仔日的圣经的经文，我连咪会搁甲圣经拢总小可走一摆吼。伊咧讲着讲，恁毋是活伫暗暝的人，恁是活伫日时的人。啥物叫做活伫日时的人？你若去问一寡住伫北欧的人吼，你也讲恁住伫遐好毋好？讲是安怎毋好呢？伊讲吼。你若准吼24小时拢日时吼，你毋知当时要歇困另外半年呢，用要到24小时拢暗时啊，你毋知当时要醒啊。听讲北欧得精神病的人的比率全世界上悬，无法度去调整遮的吼。但是伫信仰顶悬，你甲咱讲的即个日时，毋是亲像即种。用做甲用意即种诶，毋是安尼，是咧讲咱爱伫迄个上帝诶光明内底，无伫迄个黑暗，迄个黑暗就是趁肉体肉体诶软弱诶。所以你看讲，兄弟啊，论到时吼，我毋免人甲恁讲啊，因为恁拢知影，主诶日要到，亲像贼透暝来，咧讲暗，所以恁着爱警醒，因为当人甲你讲无要紧啦，你做你困啦。交互我就好啊，无代志啦。即种大包票你着爱较细致吼，咱知影吼。亲像生囝共款，你总是会去拄着遮个困难，你总是会拄着即个时。伊讲恁毋是伫暗的中间，伫到迄个日亲像贼要入伫顶，即个伫暗的中间的人。伊就失去迄个警醒。伊讲，因为恁拢是伫光明的人，所以恁是属伫日时的人。恁是属伫日时的人，恁就知影上帝的时间，因为上帝会保守你。毋是互你知影讲倒一天、倒一时、倒一分，毋是安尼。但是你知影你伫上帝的光照的下面，你毋是伫黑暗的中间。你伫遐惊到要害，因为你毋知影当时要来，所以你爱警醒。即个觉醒，即个警醒，即个准则，迄个意思就是讲，爱徛伫主的即边啦。你爱选边徛啦，你莫徛伫黑暗的迄边啦，你爱徛伫光明的即边，徛伫日时的即边。特别在讲，若是咱属日时，着准则，像神甲仁爱。做护心镜，用得救的五芒做头盔，所以毋是讲你徛伫迄个一顶的下面就无灾害啊，是爱有主的保守伫咱的中间，是甲主徛做伙较灵阮的当中会甲你讲，主做咱的遮盖做盖做咱的遮盖，因为上帝定着咱毋是来拄着受气，是要对咱
互咱对于主耶稣基督来得着救。这嘛，咱最近一直咧讲的，主耶稣是上帝对旧约已经定着的救恩，要互咱来因为伊得救，就是约翰福音3章16所讲的，要互所有相信的人来得救，不袂至到沉沦。这真清楚的一个启示。咱即个时代的人，咱要安怎来警醒？你来看见全世界的疫情，搁咧举悬啊！当然，咱会讲伊的国家真大，伊的人真济，真歹控制。但是咱要讲倒一个领导人有问题，欧洲倒一个国家的领袖有问题，所以袂晓管理。但是国人敢无无即个责任吗？咱有看真侪人，伊拢安那袂觉醒，对毋对？真正袂觉醒啊！有个相片翕出来人组织做伙，就安那拢无挂喙暗，坐棍棍啊！伫咧海边你也看翕相翕出来，拢目睭就拢斗阵的。即马一寡大卖场洛杉矶莫讲伫柑仔县的大卖场足侪人的呢。伊怎讲啥物诶？讲这是迄个festival season， 所以因开始爱安那买物件，爱采购嘛有可能关收久钱拢无咧开，所以爱找时间开，就失去迄个警醒，就失去迄个警醒。咱即马目前柑仔县是咱南加州唯一红色的，其他拢紫色的是上严重的其他圣地亚哥本来已经够红色的伊前礼拜佫倒转来是紫色的。大学的开学，大家失去警醒 ，party 上课等等遮的。我想伫即个世代，咱佫较需要学习即个警醒全世界2000万人嘛得病超过咱美国换愈来愈侪人，北州嘛是伫即个时阵，我想毋是干那伫即个面对疫情尔，佫有对侪的代志，是讲咱身体检查嘛是一种觉醒，来帮助咱了解咱的身体状况。对于伫信仰顶悬，逐工的灵修祈祷，我想拢帮助咱来觉醒。咱甲人的互动，拢是一个真重要的觉醒的提醒。咱做来祈祷。向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继续来带阮往前来行。阮看见这个疫情的情形，阮知有侪人迷失，甲这当作无要紧。阮真正恳求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生命拢是你所看重的，阮无搁再迷失，伫阮掠做无代志的即个情景，阮会通来觉醒，阮做好自我的防疫，做好保护人的动作，做好互相的关心，做好阮会通看见别人的需要，阮来关心。祝阮恳求你继续来带领阮兄弟姊妹，阮教会头前的路。咱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感谢伊老师，咱这是来念圣诗478首，迷路的人就行倒圣诗478首。
OK。天天要上帝，求主帮助阮会晓思考，当主过来时阵，要安怎来面对主耶稣，帮助阮当一时当用悔罪的心来迎接主耶稣。因为上帝，阮感谢主，来阮今仔日伫遮，伊组织阮做伙。咱的姊妹来敬拜你，感谢主，互阮当放乐阮一切遮的世事，一切羁绊，会当来敬拜你。阮来感谢你，阮的姊妹检彩，身体病痛的人，来当今仔日来做伙来敬拜你。感谢主，你是叫看顾保守阮，求主。将你的平安享受伫阮每一人中间，阮即时奉献阮淡薄金钱为主，做主你的路用，求主降达生活，其中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多谢，时交李老师。好，冬天啦吼，天气早较冷，请咱爱记哩穿吼较济衫。拄则已经讲着吼，咱即摆疫情搁愈来愈严重，请咱会做好家己即个防疫的动作啦吼，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吼。咱即摆有即个自我隔离的规定，14天加州啦吼，因为已经看到国际甲其他的州的疫情严重吼，所以这个是毋是严格的规定，但是已经有讲咱爱做自我的隔离啦吼。伊也无亲像台湾，若是讲其他国家拢有安尼罚款迄种无较严重的吼。好，共款咱有即个实体的礼拜吼，甲网络的礼拜，奉献请。无来教会，咱会当直接寄来伫教会则请教团来处理吼。即个过来拜5、20号咱的查经要来看使徒行传19章吼。咱先甲规章拢读下啦吼。咱有可能会爱分2摆吼。无要紧，咱就来做伙分享安尼吼。好，前礼拜会出席19个人。伫礼拜2遮有9个吼，网络10个，今仔日礼拜2嘛9个吼。查经人数是11个，奉献是430块。这后礼拜的即个讲道的资料吼，服侍的人伫遮，咱请家己准备吼。好，来。接续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诗篇90篇第1节甲第2节，诗篇90篇咱做伙来读2摆。主啊，你甲世界最高徛起的所在，遮的山也袂伸缩，你甲世界你也袂存正，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第1摆，
主啊，你甲世代做我行去的所在，才会我约的生出，会甲世界你约的做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诗篇90篇第1节和第2节，咱做来吟上经的诗511首，511首，然后咱请你牧师讲道。选择徛伫主光明的即边，互主成做咱的护甲，成做咱的盔甲，来保守咱，守护咱对天顶的平安甲喜乐，对即叠到永世代无尽。阿免。今日摆到遮，嗨，平安，歹势，今日毋知怎，突然间就无声去，我来甲这关起来。嘿。啊？伊讲交托迄个脱检问的时阵，嘿。你学本身，我学公文呢。讲我咱行呢？
我看色，互我看，我无相信。看到一看袂着。哎，内面无我看，一定是红的。你看，啉红的吼。人伊清的啦，40度的啦。迄药啊啦，嘿。所以现在镜头是在看哪一个？都有，那边也看得到。啊，迄个文化社后壁迄嘛看会到。哦，好多个可以看。后壁迄嘛看会到。你行到头前的，伫右上角，迄个你的影伫啊，右上角，迄个手机，你看手机啊，嘿。对对对对对。对对。教会迄个搁咧借电房牧师娘，你甲迄个电脑讲用较落来，伊讲哦借。天房哦。哦 ，OK。天房有水无？人咧借上帝。啊，我无输好势无？啊，那无挂酒无输牛。方面嘛，我看者敢毋好？对，方面咧，我看着啊，看着啊，看着啊。哦，孙仔来啊。OK OK。Yeah. Yeah yeah. 因为基本上戴姆的迄个伦理问题太严重了啦。伊的基因的混合度，甲伊的迄个自我认同拢会出问题啦。嘿。那有暖气的，回家不热啊？嘿。会热无？天主教基本上当然是反对啦吼，甚至因含堕胎嘛无赞成啦吼。但是就是讲，因为代理孕母的物件是我们现在人在做的事情，但是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示，这有足大的争论伫咧啦。天中的。哎，你要关暖气袂？两路有。你要关暖气。计划。但是我感觉较会去用对错误的角度去接受去啦。嘿，意思是讲，啊，你看耶稣就安尼啊，所以咱嘛会使安尼吼。嘿。毋是咧。多谢多谢，歹势。今仔日我试后壁一个55寸的荧幕吼，所以你即摆看后壁，你无顺样，你迄个后壁去用看到你的，我用手机搁接另外一个伫后壁啊，做迄个screen 安尼啊，所以伫遐有无？因那是后壁，所以今仔日教会才有3台 device 咧用。哦，看包仔啦，有人看到包仔行过啊，闻到芳啊，巧克力啊，摕出来盛一个紧嘞，有来才有哦。今日红花拢分了，后日来再过你。
我想讲你这里造起来，我今年要涨价，嗯，发现这个不能独肥肥，要一起肥。今日莫互文华影看到，来，迄甜的哦，捏，佢这是 black 嘅，所以我 black，哼引导， ，SM 拍 sweet，手，高，袂使要你腿，你来较散点，来，这好吃啊！这好食哦。昨迄个洗礼5千人摕来，我想讲摕来甲大家分享，哦，嗯。拍谁，来甜的，主要爱食甜的，我吃有啊，有啊，诶，巧克力有糖的哦，啊我无咧食甜的。你看你怎么样？对，嘿啦，巧克力食糖有糖的，对啊，有糖啊。你等你得照本装啊。对啊，大家。即两天较烧热烧看，对。为哪迄个San Francisco较寒无？无啦，伊即摆伫迄个我知影，伊转来啊，伊转来我知影啦，我是讲，哦，规仔你头前遮太一撮吧？挑染，你挑染哦？你头毛啊？挑染，下搁一撮尔呢？伊讲你特别去染的啦，哎，免你一撮安尼，你撮安尼袂歹看呢。我扛起来！嘿啊，今仔看哪有一撮伫遐？诶，人去染的，人去染安尼，介侪钱呢？对啊，我挑染。袂歹看啦。嘿嘿嘿。对啊，因兜啦。等下就等下。我顺便要听行啦。唔知啦，我说你为什么事情不知道。哦，所以是朝那个方向走哎。哎啦，所以就讲一个，嘛是迄个人。甲我同本啊摆电话，啊，你外口咱有叫讲啊，我想要去大电嘛，有法度啊，对啊，对啊，都是安尼啊。即摆咧看介趣味哦，方向拢无共款吼。对啦，该做。对啦，啊，这样子。哦哦，软呐，哦是软的，哦唔是圆哦，我记得无钱了紧啦，我才是甲你买一罐。啊，伊台湾有朋友吼，我这多谢你，多谢朋友，啊伊有水平，对啊，啊伊嘛是爱。